杨一嘅神衫。头摆有一个国王，佢爱到隔壁国家嘅公主兔兰。再过3日，国王就会同兔兰公主见面。佢当手里，今日爱装马嘅较好。国王去到姜嘅面前，赐作3副。阿楚会讲。国王唔按时问，唔管做乜嘅都好看。装嘅一两又一两，国王全都冇满意。也样时有一个卫兵讲，有一个裁缝师讲，有东西爱献本国王。国王喊裁缝师入宫来。裁缝师带件细事的入来，国王问：有东西爱本爱？裁缝师讲：就是一辆衫。佢拿出一辆衫，当3人嘅目珠就像同天火点作用，冇见唔见咩？佢3副像水晶又像神呢。係凡人冇辦法創造嘅色彩。國王一走到到身上，向鏡度一照，開佢嚇一下。佢當場看到鬼神呢，都係受到糊糊嘅色調嘅，啲嘅亂比亂叫。國王對裁縫師講：一輛新衫唔好看，我做一輛行較好嘅。裁缝師想出一個當站嘅辦法，佢就來當到楊一嘅，同佢哋嘅衣拗下來，嵌到布料上，印做各種花色。唔過，正做到一半，裁縫師就發現楊一嘅唔啦。佢對細時嘅講：我係愛再去做貼片嘅楊一嘅，我轉來以前。先同龍嘅度用一個嘅葉印到布料上，細時嘅同龍嘅打開來，用一個俾到夾頭拿當。細時嘅肯定用一個，佢知道用一個很講，講嘅唔係用一個一個什麼，係用一個比起來嘅快樂。細時嘅如唔係同龍嘅打開來講。比呀，用一個，用一個全變走，那麼嘅陰森，細時嘅當地嘅煩惱。媽媽鳳看到用一個微電機比，當場愛為佢帶路。細時嘅聽見用一個來到一個山行，山行地背乃潮係花，紅嘅、藍嘅、黃嘅。有幾下百種什麼？細時想到一個好辦法，結紮嘅櫃太雜嘅花，帶着去種到綿綿，調做彩色嘅顏料。各位用筆照佢嘅想象，畫到花布蛋糕。裁縫師將來嘅時節，事同事情經過都講出來。裁縫師看到細時嘅態度。當惡怒佢，天一日，國王就將嘅先生去同兔蘭公主求婚，2個國家嘅人民都當歡喜，佢哋噴喇叭、打鼓，還打天花炮來慶祝。裁縫師拎嚟太公，唔過大家唔記得咧，還有一個細事誒。有一日，國王到蘇拿度打獵。無提無放，比來一群羊一嘅，國王我起頭那見看羊一嘅見走，無注意就跌到一隻佛嚟度，佛嚟度就像噴咩水樣嘅按摩洗掃。國王我起頭那向前看，仍然出現一個孔嘅，國王天天嘅行，好點點嘅吃到有風，還看到講。風對順學嘅屋嘅同天橋嘅片踩下過來，本應鬼神嘅送上。國王行入莊度，
发现幾條人着定當獎嘅衫，唔管什麼也係樣式，都被加三獎。國王問：唔條嘅衫係乜人做嘅？村人回答：係寫裁縫師。國王一下張發現，原來佢哋裁縫師發現寫時嘅做得做獎嘅衫，就當木擦。鋪定寫時嘅一無注意，同佢送入火度。寫時嘅來到一個鐘頭，就啲日黑，行過同佢哋聽書做衫。國王問寫時嘅：我用嘅接法佢哋開唔嘅裁縫師。寫時嘅冇講話。小朋友請想看啊，係用嘅接法千跌當。